来到嘉义市的花海节，停办3年，今年搁来举办，大约14公顷的花海，有菊仔花、日头花、百日草等等，加上各种动物的装置艺术甲现场的表演，真水真热闹。看过红的、黄的、粉红的色、五花杂色的这花蕊，娇艳动人，良好角度，随甲花海翕一张相片，团上网络。停办3年的花海节，伫嘉义市政府的重新规划下，搁举办。现场有真侪表演，加上美食、农特产品，闹热滚滚。为宜兰来游客，我讲这个景色真正有够水。我宜兰来。你宜兰来啊？是啊。你看下有水吗？水。这边的花海，看到花都好漂亮，有没有漂亮？有没有？有。就是重回原本以前这样子，可以来这边走走看看。 14公顷的花海有种菊花、日头花、油菜花等等。这个花海连接农产、乡村、都市，搭配真有特色的装置艺术，充分表现出在地特性。我们在地的社区，大家的用心，把农村的特色找回来。连续2个周末假日，乡亲拢会使到嘉义市玉山路底遮来感受一下这美丽花海。